各位同事大家好，我哋公司咧其實有三大嘅業務板塊啊，第一個就係太陽能，第二個就係 EHSS 嘅工程項目，咁啊第三個咧就係我哋叫衝一衝，咁啊衝一衝咧就係喺 EHSS 政府嘅35個億 cover 咗14萬嘅車位嘅充電樁以外嘅車位嘅業務，咁咧14萬以外嘅車位咧，大家知唔知幾多啊？嗱，香港咧一共有90萬個登記咗嘅車位嘅，咁90萬減咗14萬，仲有幾多啊？仲有76萬嘅車位，咁當然唔係76萬個車位，我哋都可以做得到啦。我當佢有60萬嘅車位係我哋嘅目標客戶，咁目標客戶入邊60萬係比 EHSS 嘅呢一個咁嘅群體咧係更加大嘅市場空間嘅。咁好啦，咁 EHSS 呢一個板塊嘅業務咧，我哋做得好好，我哋成績非常之唔錯。喺短短嘅4個月之內，我哋已經攞到5000個車位嘅工程量，非常之好。充分體現咗我哋團隊精神嘅合作精神嘅一種精神面貌，咁啊非常之好。好啦，由下個月開始，我哋有新嘅銷售同事會加入我哋嘅團隊嘅。咁新嘅銷售同事咧，主要嘅工作咧兩樣嘢，第一樣嘢就係衝一衝，即係 EHSS 14萬個車位以外嘅60萬個車位嘅大蛋糕，呢一方面我哋叫衝一衝，就係私人停車位嘅充電樁嘅業務。咁呢一方面咧係非常非常之大嘅蛋糕，呢個係我哋將來大家嘅飯票嚟嘅。第二樣嘢咧就係銷售同事，新嘅銷售同事咧會幫我哋去爭取多啲嘅太陽能嘅項目添，咁所以銷售同事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嚇。咁下個月咧就有新嘅銷售同事會加入我哋團隊啦。咁喺呢一度咧，我就想同大家講一講我哋嘅辦公室嘅位置咧，亦大家要將就一下嚇。我哋會喺我哋都已經同業主傾咗咧，就我哋隔離，我哋嘅辦公室嘅隔離另外一間房咧，大概係我哋而家呢個寫字樓嘅一半嘅面積。咁但係10月份先至可以租到落嚟嘅，咁所以咧喺依家至到10月份咧，3個月嘅時間，我哋大家要將就下，逼一逼啊！咁大家嘅位置可能要稍微做一個改變啊！咁大家相就下，喺有限嘅空間，我哋做到最好嘅業績，咁呢啲就係我哋團隊嘅能力啦。咁希望大家喺團隊入邊嘅核心價值，第一個就係團隊協作，第二個咧就係創新專業創新，第三個就係品牌導向，第四個就係分享供應，好嘛？咁希望大家努力互相支持，創造今年一個好好嘅業績。多謝大家。